这么晚一般不回家都是借酒浇愁，你这喝茶是解忧还是解愁啊？别告诉我你是思春啦。春在哪里啊？我只不过是累了，过来静一静。累了可以调息打坐啊，你又不是平常凡人。修为再高，哪止得住心累？你怎么了？想魏爷爷了？我还想到刚来到于都的时候，春光明媚，原本以为来日方长，结果却是世事无常。世事如流水，你只要知道自己所做的，往前看就好了。没想到你年纪比我小，想的却比我通透。那当然啦，我和爷爷云游四海，闯荡江湖时，你还在青云山里打呼噜呢。对了，今日我接到小凡的来信，说他们找到了第2卷天书，只不过这天书被鬼王宗夺了去。他跟着碧瑶去夺天书了，萧师兄和鲸羽回了青云，我怕小凡他。你怕什么呀？碧瑶姐姐是不会伤害小凡哥哥的。这世间啊，凡事都讲究一个缘分，而他们的缘分啊，早就纠葛在一起了。有这种牵绊真的好吗？小凡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他所坚持的事情，哪怕失去希望，拼到性命的最后一刻，他都会坚持下去，不会放弃。他是不会背叛青云的，所以早晚断的是他们俩的缘分。唉，这缘分啊，哪是说断就能断的呀？你还记得在戏台上，碧瑶姐临时改的结局吗？我不管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。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如果他们非要杀你，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，与你生死不弃。世事无常是没错，可这人心的力量也是难测的。我总觉得，小凡哥哥和碧瑶姐姐，不管是不是能在一起，他们都会如戏台上演的那般，拼尽全力去争取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人定胜天，他们争取他们的，我们努力我们的。想通啦？孺子可教嘛。想通了。主神，你这见面的场面，还是一如当年呐！想不到长生堂主，竟如丧家犬一般，真是可怜。你不是毒神，那你又是谁？无名之辈，不值一提。在下只需堂主告知，天书在鬼王宗，还是青云弟子手里。笑话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且慢！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杀我灭口？堂主多虑了，在下不仅不会杀你，还会好好替你向你的那些仇人讨个公道。
凡。 身知身在，情常在，怅望江头江水声。你这满身杀气，是要去找张小凡吗？碧瑶是我鬼王宗少主，说劫就劫，说走就走，事后还若无其事，这口气你咽得下去，我咽不下去。张小凡劫持碧瑶确实有错，不过他几次舍命相救碧瑶，这世上你见过几个真心对待，为了碧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之人？就算你开了杀戒，消了气，杀了张小凡，你觉得碧瑶她会好过吗？赌不如输，碧瑶她自己会想清楚的。就是你一味纵容，碧瑶才受此伤害。你身为青龙圣使，连身边的人都护不了，定海庄一战更是处处受限于人。你把我们鬼王宗的颜面置于何地？颜面，颜面能值几个钱？游姬，你可曾想过，碧瑶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她年纪尚轻，想不清楚，也很正常。只为情故，虽死不悔。痴情咒，我派禁法。入得我派，只为情故，连一身血肉，也可奉为牺牲。究竟有谁怕死？最怕的是这一生里，从未有过片刻开心。碧瑶她迟早会想清楚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走了。恢复的不错嘛，看来是碧瑶为你熬的药，你喝了。药是碧瑶熬的，他人呢？恩将仇报，那次在定海庄，你和林惊羽将碧瑶出卖给玉阳子，这事儿我还没找你们算账。要不是看在你为了救碧瑶不惜性命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出卖碧瑶？那日我问过碧瑶，她是在安居客栈被人打晕带走的。那天在客栈的人，除了你和林惊羽，没人知道她的身份。绝对不可能，惊羽是绝对不会出卖碧瑶的。难道是萧逸才？他为何要与玉阳子勾结？请留步。你我是敌非友，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？一，我会去找碧瑶，为失约之事向她道歉。二，天书是我们两个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朝她动手的。你就不怕我夺取你体内的天书吗？要是落在鬼王宗手里，你今天就没那么容易逃走。我若是你，现在就走。除非碧瑶答应我，不会用她复活兽身，不去做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交给她，又有何妨？不过，你能担保吗？
他们朝西南方去了。如果你现在就走，兴许他们还没到达呼气山。谢了。打晕碧瑶，交给玉阳子。小心萧逸才。糟了，定海庄一役，内息一直不稳，那解药肯定也受到影响了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忽然有点不大舒服，我去打点水。当时我就奇怪，以碧瑶的身手，怎么会被长生堂的人所缚？定是有人出卖。张小帆和林惊羽自然不可能，不是你又是谁？到底有什么计划？说！当时，玉阳子以我2位师弟性命要挟，要是我不交出碧瑶，玉阳子就不让他们活着离开山庄，所以我才……哼，照你这么说，你还是个好人呢。况且，我要是骗了你，就没有解药了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动手吧。谅你不敢说谎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绝对不会饶你。我现在就需要你做一件事情，回到青云门，想方设法取得所有人的信任，成为最有声望、权力最多的弟子。这个不需要我教你吧？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知道太多并不好。那么解药呢？解药我自会按时找人派给你。记住，你只是我派的一颗棋子，而棋子需要做的，就是服从操纵者的指挥。魔教妖人，今日之辱，有朝一日待我掌管青云，号令天下，定让你们百倍还来。师兄，你可知上次碧瑶是怎么落入玉阳子手里的？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晕的？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她是被人打晕的。我只是听说。师兄，你还要欺骗我们到什么时候？我和小凡如此信任你，你为何要跟玉阳子勾结，把碧瑶交给他？金羽，他们都是魔教妖人，居心叵测。是我把妖女交给玉阳子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可你和小凡倒好，偏要与他们纠缠不清，才会害自己陷入困局。我忍辱负重2方周旋，在玉阳子面前卑躬屈膝，好不容易救下你们的性命，丝毫不知感激，竟然还要来指责我。原来你一直在想鬼王宗和长生堂互相残杀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碧瑶真的被玉阳子所杀，那岂不是伤害无辜？我和小凡一直敬重你，视你为兄长，可如今你的所作，并非我正道中人所为。你不用说了，是非对错我自有定夺。你们说我一味隐瞒，那你们呢？张小凡早就身负天书功法，你知情不报是何原因？原来你早就知道天书在小凡的身体里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若我回到门中，向师门如实交代，你们与魔教妖人私相授受，私藏天书功法，与魔教妖女纠缠不休，此等罪过，必然会让你们遭到师门的重罚。小凡并非想私吞天书，他一直想把天书从体内逼出来。他之前在猎户人家遭到兽人袭击，那兽人肯定知道天书在小凡的身体里，
如今魔教都想夺得天书，如果越多人知道天书在他身上，就会对他越不利。我理解你们的苦衷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挑明。靖宇，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混进魔教的吗？为了不被人发现我身负青云功法，我挑断了自己全身的经脉。什么？我一心一意只为正道，即使散去全部的修为，我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青云是不会抛弃我的。我为了取得魔教中人的信任，受了多少苦，你们知道吗？魔教中人狠毒无比，当年我一进入魔教，便被灌入致命的毒药。这些年毒素犹如复古之躯，时常发作，痛苦万分。为了不让师门担心，我根本就没有禀报，因为我觉得这些苦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靖宇，我跟你说出这些，不求你能理解我，只是希望你不要误解师兄。我对魔教恨之入骨，是断不会与他们为伍的。师兄，是我不好，我误会你了。我们现在回青云门，掌门道法高强，他一定可以解你身上的蛊毒。我已运功压制住毒性，暂时没有大碍。等回到师门中，我会向掌门一一禀报。放心吧，小凡身负天书功法之事，我也会帮你们瞒着的。多谢师兄，你们是我看着入门的，我自然也会向着你们。现在只希望小凡能够尽快追回天书，早日回到师门禀明一切吧。碧瑶，你一路拖延，是不想回胡岐山吧？碧瑶，当年幽姨受了不少苦，不想你重蹈覆辙。但是我又想想，青龙说的对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。如果你一心往下走，我绝不拦你。倘若你有一丁点顾虑，你也好好想想幽姨说的话。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幽姨。我不知道与小凡的相识是对还是错，对于我是好还是坏。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：若我爹拿到天书，一定会死很多人的。碧瑶，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复活兽神的事，我都知道。须得肉、血、阵、灵，四者缺一不可。炼血堂的年老大，万毒门的毒神，长生堂的玉阳子，他们身上都有兽神之血，所以我爹，他一定也有。你还知道多少？天书就是阵法，是不是？肉则是被选中的，作为复活兽神的躯体材料；灵，则是散落在世间的兽神之灵。我在滴血洞里，黑心老人和精灵夫人的幻象中看到的。这些都不是你应该知道的。爹是不是选中了张小凡作为复活兽神的躯体材料，所以才迟迟没有取出他体内的天书？没有那回事，他早就安排另外一个人了。那是谁？爹肯定在筹谋。无论如何，爹一直不择手段想取出天书，就是为了复活兽神。兽神在先，也必定会像张小凡他们说的那样，
天地浩劫，生灵涂炭。碧瑶，你不要再被青云那个小子所迷惑了。兽神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各派的统帅，唯有兽神出现，我们才能强大。当年连番作战，内部分崩离析，导致的惨剧你知道吗？所以幽仪，你也是知道的。等你回到胡岐山，有什么想问的，你爹自然会跟你解释。你要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太阳落山之时必须回来，否则今夜就无法在三福镇落脚了。早知道就不应该相信他，这小丫头。何人？去吧，去找碧瑶。老头子，多吃点啊。若有一日，你爹想用天书复活兽神，那么我拼死也会阻止他。你若是觉得张小凡不错，将他招至鬼王宗，又有何妨？虽然他为了你能拼上一条性命，可是他的原则不会变，你俩始终不是一路人。
哎，等等等等！哎，客官，有什么事吗？小二哥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穿着绿衣服，大概这么高？没看到，本店呢没有住女客。啊，当然了，没事。舟多知夜寒，此情难可知。当时一分痴啊，重逢半生痴。两情相悦时，谁能别离此？一君一颦笑，赠我长相思。千般思无用，谁人能自知？小二来了。客官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麻烦你按照上面的方子帮我开几副药。小宝乖啊，别乱跑啊。嗯。这是按姑娘的吩咐在天河医馆买的药。有劳了。哎。公子，您吩咐的事我都办好了。谢谢，谢谢公子。我就知道你会跟来。碧瑶呢？我也在找他。小子，从今往后你不许再纠缠碧瑶，否则下次见面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等等，你们没有回虎旗山，为什么会跟他走散？还有，为什么青龙不在他身边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再跟着我，我一剑杀了你！没有找到碧瑶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这世上，你见过几个是真心实意为了碧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之人？张小帆，你不要再执着了，这样必然只有一个下场，那样碧瑶也不愿意看见。
我知道，只要我去胡岐山，鬼王一定会杀了我，取出我身上所有的天书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宁可自刎，也不会让他拿到天书。碧瑶曾经说过，鬼王宗的人不是那些滥杀无辜、嗜血成性之徒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一旦天书再现，兽神复活，世间又有多少人会死去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把他交给青云吗？我会说服碧瑶，求他帮我取出所有的天书，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让他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找到。你这样做，又有什么好处？没有，至少这样，世间就不会再有那些打打杀杀了。碧瑶，不好，蜡烛和药有毒。昨天我经过这儿，向店小二打听过，没有女子住店。你别骗了，快去找人。里边没有人。那我们分头找找。怎么会打不开呢？你是故意的吧？这里头能取出天书？我问过玉阳子，天书确实被收在伤心花里。你若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找碧瑶。师傅让你取天书，不是我。况且，师傅他还重伤未愈，特意提醒过我们，万毒门暂时还不想和鬼王宗的人起正面冲突。那就容我继续再想想办法。师兄，是。现在你不仅没取回天书，而且还惊动了幽姬。师傅若是知道了，恐怕你就完蛋了。我这就去找碧瑶，设法打开伤心花。师弟啊，师弟，谁让咱们是师兄弟呢？啊，也罢，我去帮你引开幽姬。麻烦你，尽快设法取到天书，否则，你就亲自去跟师傅交代吧。
怎么样？没看到碧瑶。碧瑶房中有风茄子，药力掺了川芎，会让人昏睡无力。那个店小二也是中毒而死。善有毒的门派，万毒门。碧瑶可能已经被抓了，事不宜迟，你到附近找找看。我去万毒门走一趟。好。 你看起来笨笨的，没想到还会随身带着盐呢。我下山的时候就带着了，就怕哪天啊要在外面留宿，正好可以用它来做一些好吃的。没想到今天就派上用场了。你这样倒像个厨子，不像什么名门正派的弟子啊。记得刚上清源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就像一个大笨蛋，只能做些好吃的。 逗师傅师娘开心。现在应该是六师兄做饭吃了，师姐一定不喜欢。不过现在师姐有7号师兄，她应该不用下山再买点心了。你跟你那个师姐关系很好吗？我记得那是在避火天冰湖的时候，你也冒死救过她。当然。 她是我师姐啊。行了，可以吃了。你闻一闻，香不香？挺香的。小心！烫！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这么着急。那你拜个我。小心烫啊！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喜欢吃啊？以后我每天烤给你。以后？啊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天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
山。